用台语学汉语第39集。这集来研究《礼运大同篇》孔子写的文章。头三句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以能。选贤以能，什么意思？选出贤能的人，吼。若是安尼的解说，这三句和全篇文章的关系为何？若是连袂做伙，孔子写这段是咧写火大的吗？个人的见解，这三句是三个zan词。第一个zan词“大道之行”是特学的最高zan词。第二个zan词是行大道之下的天下，人世间所出现的现象。应该如何做才有安尼的现象呢？第三个zan词为自身做起，选毋是选别人，是选家己有本身才华的部分，贡献出自己的才能。以是给予付出，选贤以能，就是贡献一己之力。直接跳来即句，什么意思？来举个一个，就拣出第一篇来做参考。是无愿意的意思，应该大部分的人嘛是安尼理解，是吧？我嘛安尼想来想去，想袂通啊，斗袂起来啊。你厌恶不愿意，这是咧讲啥呢？来看了凡四训，出现“乌”这字的有这三句。乌就是表示疑问的反问句，怎么不什么呢？就等于加强肯定的毋就是冷冷是心惊惊，乌得不冷冷，怎袂感觉心惊惊呢？毋就是感觉心惊惊。现代人习惯疑问词放伫后尾，乌就是古早人的疑问发问词放伫头前。乌得不为后一句，怎会袂去画句呢？乌知不加，怎毋知影是好的呢？就知影是好的啊。即马知影，孔子写的这字，毋是厌恶讨厌的意思，就是了凡讲写的这字乌。力乌其不出伫心也，力量毋就是出伫心吗？出伫什么人的心？出自愿意贡献一己之力的人之心啊。有加出力量的人，付出互其他的人啊。付出互谁？互弱势团体啊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弱势无法度出力，谁出？选贤以能的人啊，愿意尽一己之力的人来斗帮忙啊。有人愿意帮忙，就该有所养。选贤以能的人，愿意尽一己之力的人，分享你的好业，付出你的才能，你愿意吗？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这是行为上的zan词，落实伫生活当中，愿意付出啊，选贤以能。自身做起到参与社会，人甲人的来往就爱讲信守睦。孔子讲的要求只有这四字：讲信守睦。人人若拢做到啊，什么现象？是故就是会无弊而不兴。门串起来，来研究安怎争权。安怎夺利，安怎骗选票等等，就无时行咯。讲信用啊，门拍开，
讲信用，门串起来嘛讲信用，讲信收木啊。下一句，盗窃乱贼你不做，舞弊和盗贼是共款的罪业。咁安尼，无你去问阎罗王，看伊是安怎判的。上尾一句是为大同，这是啥物现象？故外户你不避，入去屋内是门伫遮，门前有埕，埕有一个外户，户入来是埕，户出去则是外口的径，径就是路，埕径有户做分隔。所以有一句成语“大相径庭”，有大大的差别的意思。孔子讲外户你不避，但伊无讲内户免关。内门可以关，可以有私人的空间，但是外埕的大楼空间可以和社会大众分享，分享共利，这就是大同世界。天下为公，爱如何落实伫生活当中？人人拢愿意付出，付出的态度是讲信守木，就是讲爱语，做例行，含其同事，毋是我悬你低。付出、爱语、例行、同事，你愿意吗？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守木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惠恶其其地也，不必忠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伫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舞弊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做，故外户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